主后2023年8月13日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财富甲工作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箴言》第10章第1节到16节。所罗门的箴言：智慧的囝，互老爸欢喜；愚戆的囝，互老母忧闷。不义的钱财拢无利益，只有公义会救人脱离死亡。上主袂互义人夭餓，伊会破坏歹人的企图。贫惰互人散赤，骨力互人富足。照时修行的是聪明人，守寡时爱困的是败家子。义人的头壳顶有祝福，歹人的喙藏强暴。义人的名声受称赞，歹人一定留臭名。心内聪明会听受命令，喙讲戆话一定失败。行路正直，骹步就安稳；行为不正，到尾会露馅。恶意使目尾，制造纠纷；坦白苦劝人，促进和平。义人的喙是活命的水泉，歹人的喙藏强暴。怨恨惹起纷争，仁爱惹砍拢总的过失。明理的人喙内有智慧，无知的人的骹脊有锤仔便便跌等。智慧的人积聚知识，戆人的喙真快致到失败。财富是好业人的保障，贫困是散赤人的灾难。义人的报赏是性命，歹人的工钱是刑罚。财富甲工作，对伫拄咧找头路的少年人来讲，钱济、工课少、离厝近，常常是重要的考虑。对伫适婚年龄的少年人来讲，拥有落好业缘投的条件，往往比别人搁较容易得到好感。这个世代的价值观常常受到严重扭曲，诈骗、抢劫的新闻常常有，买空卖空的投机行为也时常通看。真侪人毋愿意付出代价，搁期待通免付出就通得到，毋愿公平竞争，却想要独得奖赏。圣经强调，人需要骨力工作，照时收割，爱日捌掌管时令的上主。凡事照时节起工做伙。伫即几年直接传过落死的新闻，提醒咱爱拍拼做，总是毋通过度工作。想要伫工作中得到公平待遇，的确需要智慧来决定。想要得到有形还是无形的财富，上大的关键在伫敬畏上主。以外，智慧比钱财搁较重要。行伫上帝的道路，才会得到祝福。有一位教会长老，是某集团的其中一个负责人。上帝团契济遍邀请伊前来讲专题，大半指定理财之道的主题。长老伫专讲中总是提醒，身为基督徒，大生必须温困工作，然后遵守十一奉献，这就是上好的理财之道。就算大家希望伊进一步分享投资理财方法和致富之道，
伊答案一直共款。伊讲，因夫妇教导子女爱敬畏上主，认真读册，温勤工作。除了送一人一户公务，无留其他财产互因的子女。绘本故事《参翅阿拔》故事的主人翁阿拔和几只参翅住伫田园里。当冬天特别来临的时，其他的参翅无闲地储备食物，阿拔也无闲地做有备。不过，阿拔收即个毋是食物，是日光、色彩和字词。当冬天来临，参翅储备的粮食渐渐吃完咯。阿拔就贡献伊收藏的日光、色彩和文字，互大家沉浸伫如诗如画的情景里，感受到温暖、欢喜、美好。伫教会讨论即个故事的时，有志工妈妈认为阿拔的做法与众不同，就亲像每一个囡仔的才华拢无共，各有价值。有的妈妈认为阿拔简单会晓坐咧晒日头、看草坡，真是平淡。另外有妈妈回应，阿拔也有认真工作，而且最后也有所贡献。圣经并无讲财富毋好，是强调不义之财对人无益处。箴言作者讲，上主袂互义人枵饿，伊会破坏歹人的企图。即句话并毋是指义人毋免工作就有饭通食，因为贫惰互人散赤，骨力互人富足。只有照时收支，才是聪明之子。无钱会互人惊吓，对未来无把握。所以，咱需要温勤做工，就袂致到枵饿。财富的确通带来安全感，毋过并袂当满足人的所有欲望。只有遵行上主话语的智慧之人，才会当互财富变得有意义。默想，致富之道，在于用正确态度面对上主的训诲。我安怎正确运用财富，成做受祝福的人？致富之道，在于用正确态度面对上帝的训诲。我安怎正确运用财富，成做受祝福的人？咱来祈祷。上帝啊，求你帮助我对生命有正确的态度，互我认真追求智慧，因为智慧比钱财搁较宝贵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